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术。今天是2025年9月9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今天这个第一财经他刊登一篇文章，或者叫一个讨论吧，说租房派、买房派谁占上风？也就是说，你是支持租房还是支持买房？你是愿意租房住，还是要买个自己的房子住？这个恐怕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。这个第一财经说27万人投票，60%选择一辈子租房。当然了，这个我要把我的态度放在最前面所谓的一辈子租房，这个不现实，这是个伪命题。为什么呢？后面咱们再说。说近日在招商银行 APP 话题广场上，一场关于一辈子租房还是贷款买房30年话题 PK 正在进行。说截至最新，已有超过27万人参与投票，有62%的参与者选择一辈子租房，有38%的参与者选择背负30年房贷。我倒是觉得他这个话题设置出了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关于房子，它不是只有这2种解决方案，不是租就是买，对吧？所以说他这个话题是有陷阱。买房观念变了吗？如果有能力稳住月供且追求长期稳定，买房是一种划算的消费和储蓄。如果追求自由和现金流，租房是为了灵活消费，没有对错，只有选择。一位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写道，说刚刚结束的财报季，42家上市银行披露中期业绩，从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来看，降幅收窄，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说近年来国家持续出台支持房地产市场政策，各地也因城施策，成效正在逐步显现。进入8月以来，一线城市楼市新政频出，为接下来金九银十蓄力。这个就是想多了这个时候还提什么金九银十，有点刻舟求剑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个还是楼市火爆的时候，楼市走牛市的时候有金九银十。现在房子都卖不掉，哪来什么金九银十谁为什么非要9月10月跑去买？除非是学区房不一样这个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3、4月份房地产是一个小高峰，那是因为学区房小孩要上学没办法。9月10月你说非整个金九银十没有必然性他这文章说租房派和买房派，他说在过去房地产单边上涨时代，在租房和买房之间，人们通常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。那选择后者是聪明人呢，这没跑但问题是你要是2017年买的，你现在都不聪明了，对吧？烦恼就来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按揭贷款还完了也好一点，按揭贷款没还完的也不开心了，因为很多城市房价已经跌到2017年以前了，也就2017年买房的现在好多都被套住了。而如今租房还是买房同样面临选择，但选择的理由发生了变化。租房派认为租房不用承担房价可能下跌的风险，房贷是负债不是资产，未来30年收入存在不确定性，租房还可以随时换新等。而买房派则认为租房不是自己的家，钱没少花，到头来房子还不是自己的，老了以后是否还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你等等。这双方都有道理事实上，不止招商银行 APP， 在多个社交平台，租房还是买房正在成为当下讨论的一个热点，两方各执己见。他说，比如一位租房派算了一笔账，一线城市某房产租金1.2万元每月，如果买房总价800万元，首付200万元，30年期月供2.5万元，租房可以享受灵活空间加可控现金流加生活弹性，而为了房子是自己的，每月需要多支出1.3万元加30年贷款期加房价波动风险，现金流收紧。买房派也算了一笔账，2、3线城市月租2000，一年2万4，30年房租72万，这笔钱是被消费掉了，没有留下任何资产，且在这30年里会不定期变换地方搬家。而同样是这套房，购买总价可能是100万元，月供最多3000元，如租房的差额在28万元左右，随着通胀差额可能会越来越小，30年后这个房子还可以传承给下一代。你看就是实际上租房买房是各算各的账。如果有能力稳住月供且追求长期稳定，那么买房是一种划算的消费和储蓄。如果追求自由和现金流，租房就是为了灵活消费，没有对错，只有选择。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，买房还是租房的话题更多存在于大城市，由于购房成本较高，部分人群选择租房，但其实往往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放弃了买房的意愿。真实情况可能是大家由于各种原因，在一个时期不适合买房。他这个说的倒是也是
是合情合理。所以我刚才就说了，你搞二元对立，不是买房就是租房，就两种状态，这是不对的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我，对吧？我现在租房，我过2年我就买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我现在买了房，我准备机会好时候把它卖掉，对吧？我还要租房，我换个城市都有可能啊。结果你只给了2个选项，人家怎么选？租房、买房，实际上是个伪命题。为什么伪命题啊？首先啊，作为中国人啊，你肯定得有一套房。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得有，就是未来你必须得有一套房。为什么呢？对吧？因为这个涉及到养老，对吧？如果你相信你说我就靠政府养老，那行，那说明你这个挨的铁拳还不够，还抱有幻想，或者还依然抱有这个理想，认为政府来养老，那行。如果你觉得政府养老可能性比较低，养老还得靠自己，那你就得有一套自己的。你过了60岁，你再租房，那没人把房子租给你，租房子租不到，完了你又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这个不现实啊。你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这个房子也可能在鹤岗，对吧？也有可能在农村，对吧？你农村有自建房，而且必须这房子是你的，或者是你，对吧？反正是你这个以你为是你这个家庭是你啊，这房子，否则的话麻烦不断。就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养老，所以你看啊，长远看你大概率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但是有人就说了，我买不起。那对了，因为你在你上班在你工作的地方，恐怕你是买不起。目前啊，因为你能去工作的那个地方，能给你提供工作的地方，那房价肯定不便宜，因为大家都去啊。我们现在工资低，对吧？房价高，这是这个差距啊还是比较大，所以韭菜买房压力越来越大。你在北京上班，你在杭州上班，对，你在深圳上班，买房压力就大，那你必然就要租房住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实际上在你这个上班啊，只要你在上班啊，或者只要你退休之前，你有钱都能租到好房子，这就是租房派啊，他那个账算的就是对的，对吧？你还可以换房子、换城市。对买房派来说，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啊，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就是现在房价有可能还要跌啊，就是大家谁也不愿意说我现在花100万买个房，然后3年以后变成60万，对吧？这40万你要赚很难的，所以这对买房派来说是个考验。我们有很多人啊，他在他上班的地方，因为他上班的地方和他老家恐怕是错位的，也就是他在别的城市说不定有房，没有房的话他爸有，对吧？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啊，因为他爸那房以后也是他的，要么就是他爷爷奶奶有，对吧？在一个4线城市，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有房啊，只是目前还没在他名下。第二个呢，跟他上班的地方也不在一起，所以对他来说好像是没有房，所以他要租房。如果你啊真的是往上倒，你父母爷爷奶奶都没房，就是靠继承，对吧？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那没有办法，你就得考虑买房。什么时候买？不是现在买，对吧？时机合适恐怕就要买房，要么就是退休了跑到个旧，对吧？跑到什么惠州，跑到什么地方买套房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所以按这个逻辑来说啊，什么租房买房，这都是不存在的。租房只是叫权宜之计，对吧？我现在在上海，我买不起房，那我只能租啊，我的工作就在这儿，对吧？租到什么时候呢？那租到我高兴。哎，如果我认为房价跌了，已经到底了，然后我手上又有钱，那我就可能贷款买房了。哎，如果我觉得房价可能还要跌，那我就不买啊，我接着租啊。哎，等到哪一天你失业了，对吧？35岁、40岁失业了，也找不到工作，那你还待在上海干啥呢？对吧？你恐怕就往别的地方跑了。你跑到鹤岗，你说花3万买套房，难道压力很大吗？一点都不大，对吧？或者跑到这个惠州，花个20万买套房。这里面还有一种情况啊，就是我们是比较务实的讨论的。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成家了，有老婆有孩子，有老婆有孩子，那一定是买房合适。但是不是说你现在就买，是说以后要买，就是你觉得房价已经到底了，差不多不会再跌了，或者再跌你能承受，那你就得买房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房子不管怎么说，它是个资产，对吧？你买完之后，如果房价是真的不再跌了，或者再跌你能扛得住，那它就是个完了之后，你有了这个资产，虽然你为此啊这个受苦受累，压力很大，但是最终这个资产要给你孩子了，你孩子就不用考虑买房的事了。那你现在考虑买房不买房，就是因为你爸当年不够努力，或者是机会没帮你解决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那总之有一代人要解决。但是如果你说你对吧，没有车贷，没有房贷，没有下一代，那另当别论。如果你啊打定主意不要下一代，那你就不要买房，应该是租房，正好到最后你钱花干净，对吧？这个人间赚的钱人间花，一分别带回那个，别带到那个什么阴曹地府，对吧？也不要留给国家。你要是买套房，你也没有后代，那以后这房子变成国家的，你自己也没花，但是你为他受了苦，所以这就不值当。所以这是租房买房就这点事啊。为什么现在人讨论这个呢？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房价还在下跌之中，所以租房买房才成为一个问题。只要房价一稳住不跌了，那这就不是问题了，很多人就知道该怎么办。实际上反映的还是大家对楼市没有信心。如果你今年买房啊100万，明年就涨成130万，对吧？后年涨到180万，你这还要讨论什么呢？直接借钱买房了，不就这意思吗？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北京的老城区啊，就是北京2环以里啊，那些北京2环以里不是好多胡同嘛，现在都没拆啊，拆不动，他们现在叫腾退，不叫拆迁。我今天
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，一个叫北京什么旅游一个博主拍了一个视频，大家看一下。你现在离开北京市，再想回来门儿都没有。一夜之间，北京雍和宫附近的胡同里白纸黑字贴出腾退通知，搬走到底能补偿多少钱呢？看到价格后沉默了。雍和宫、国子监、孔庙这片区一直是北京旅游的热门区域，也算是老城保护区。由于地处北城，这边还保留着很多大四合院，但这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还是大杂院。这次腾退呢，就涉及了很多的胡同，范围非常的广。我们来看一下通知具体能补偿多少钱。9月5日，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贴出来的。腾退后，如果符合条件，可以去五环附近的窦各庄或者更远点的通州去买政策房。然后这里还有一点，就是要整院都腾退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价格上下相加，然后有个系数 1.333， 还有其他的补偿，大概是一平 12.5万左右吧。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？这个是胡同里即将腾退的一个大院落，少说也有40-50户的人吧。这边的居住面积呢，一家也就10平到15平左右，所以说一家的补偿款可能也就120到180之间。这点钱其实想在北京买商品房基本不太可能，除非你去很远的地方。如果符合一些条件呢，可以买政策房，可能还有点希望，但是也不是市区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要整院一起腾退，就是如果有一户不同意都不能走。这点说实话呢，可能会很难。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院子，这么多户的人家，不可能都做到统一一致，一家不想走，其他都走不了。这点希望不要卡得这么的死，要不然这个腾退很难继续下去。现在我们进到的这个院落呢，我们也能看到过道非常的窄，里边的房屋呢也都不是很大，可以说住在这里啊并不是很方便，因为很多的家庭呢可能都没有卫生间，如果想上厕所呢可能还要去胡同里的。夏天其实还好说一点，如果是冬天你可以自己想一下，冰天雪地还要出去很远上厕所，非常的不方便。让我们听一下附近的老街坊是怎么说的呢？你现在离开北京市，再想回来门儿都没有。以后这个北京它就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，你就这个全都落在新北。我这爹妈的房子，爹妈有几个平米？2间，就这2小间，乘1.333以后能到24米，300个，差不多。应该想想能给您300。我们家就有一样好处，我们家都不用买房，全有房。哦，是吧？那还行，就干捞钱，那就其实这样挺好，就是捡钱。从这里搬走呢，孩子上学，老人看病，年轻人上班可能都不太方便了。但是如果不搬，这样的居住条件确实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如果是你会继续坚持在2环里的胡同呢，还是搬到5环外的楼房呢？我也经常在网上关注啊，这个拍那个老北京胡同里面的这些住宅住房，我主要看到住房。实际上这个老北京啊，住胡同里面的人，大部分就像这个视频里拍的一样，一家3口就住10平米，而且这大部分也不能上厕所，只有极个别的说可以上厕所。反正居住条件是非常差的。别看他们住在什么2环以里，对吧？能听见这个是什么，对吧？离这儿近，离那儿近，没有用，居住条件太差。它为什么叫腾退呢？我也按我的理解啊，这就是这些房子产权不是他们，当然也有部分是他们的，因为这个就是2环以里的这个老房子，这个它那个关系特别错综复杂，理都理不清，所以只能靠时间去消化。所以你看啊，它是非常苛刻，就是你这个一个大院子叫大杂院嘛，一个院子里面40-50户，只要有一户不愿意腾退，那大家都腾退不了，你就接着这里住着吧。实际上那个老北京他能住得惯，很多年轻人呢根本就住不了。最终是什么呢？最终这老年人在这待着，年轻人早就搬走了。有条件的啊，谁能受得了半夜上个厕所还得穿衣服对吧？出去走好远呢。你看这些腾退的人啊，每一户多的也就300万，少的100多万。确实啊，这个钱就是在通州买到房也不太容易。要是300万在通州买到房还可以挑一挑，你这100多万在通州买房都够呛。所以摆在他们面前也是两难。我看啊，我个人推测，这个国家政
政策就是时间换空间，也就是政府不着急，对吧？就没有一个什么我必须在哪一年必须把这个全部拆掉，没有，对吧？大家都愿意耗就往下耗吧，总有人受不了。慢慢时间长了，这个农村呢，农村不就是空心化吗？实际上这个以后这个2环里这个胡同这些房子，实际上也会空心化呀，人越来越少。所以多看一看这种视频啊，也是我们就知道，不要一说老北京，感觉好像他们住在四合院，实际上一说老北京啊，那他们住的都叫大杂院。说到这个，我又想起那个20多年前啊，得有小30年了，有个电视剧叫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，就是那个狄仁杰演的，演狄仁杰的那哥们叫什么名我也忘了。他们就是一家10来口人啊，住在一个好像也就10几平米的一个小房子里面。那个张大民啊，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怎么在那个院子外面再接出一间婚房，那婚房大概就2平米不到，然后他跟他邻居怎么斗争。所以我们要跟30年前比的话，我们的住房条件确实是改善了非常多，这也是房地产的功劳啊。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房地产全是雷，对吧？全是不好的地方，房地产的功劳确实让大家住的稍微好了点，住房条件改善。我们再看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，这个是钱江晚报报道啊，钱江晚报这个叫潮新闻，他说啊，8万1平的学区房法拍打6折，这可不是咱们在唱空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的房价，这可是钱江新闻啊，钱江晚报报道说，要说前几年杭州楼市最火爆的学区房，除了文鼎苑就是河滨之城了，因为毗邻浙大紫金港校区，有不少浙大老师在这里安家，加上板块内对口叫晋州2小名校加持，河滨之城一度成为杭州楼市新晋网红2手小区，身价如同做了火箭般窜升。不过如今河滨之城的价格一路下滑。9月7日上午，河滨之城雨兰轩一套建筑面积88.6平米的中楼层法拍房源，竟然吸引了15人报名，但最终成交价定格在426万元，折合成交单价4.8万元。说这也是河滨之城自2018年下半年价格涨上6万元每平米以后，法拍房单价首次跌到4字头。你看啊，2018年下半年是6万1平米，现在将近8年了，7年过去了，这套房子法拍单价只有4万8，整整6折。不光这一套啊，如果说这一套呢，肯定有缘故啊，有什么原因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啊，他说今年5月一套建筑面积90平米的雨兰轩法拍房源以461万元成交，折合单价5.1万，这还是5月份呢，也就是从5月份到现在9月份价格又跌了，那也就是这个学区房价格是拦不住啊，崩溃的走势啊。之后河滨之城的价格轨迹跟文鼎苑、蓝孔雀何其相似，毕竟连当初2手房价一度超过12万元的文鼎苑，如今都已经跌到了3字头。河滨之城这套法拍房成交单价跌到4字头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个钱江晚报的报道可不是胡编乱造啊，说明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房价到底遭遇了怎样的一个下跌。2手房都这样，新房能撑得住吗？是泡沫，迟早是要。我在3年前对吧，就说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房价虚高，肯定顶不住。很多人不认为杭州的房价是永远涨，这也只不过刚开始啊，这还没有渐入佳境。越来越多的做电商的，越来越多的搞直播的在离开杭州，这个对杭州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昨天咱们对吧介绍了啊，这个宁波市对吧，宁波那也是非常厉害的，结果宁波的2手房价格都已经跌破1万了，这就是趋势。宁波的2手房跌破1万，说明什么？千万不要以为跟你没关系，说明你所在那个城市恐怕房价还得跌，连宁波都扛不住啊。最后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啊，界面新闻，这个5星级酒店8折拍卖。现在这个5星级酒店啊，全国各地都非常惨到什么程度呢？都出来外摆是吧，在外面摆地摊。叫长沙富力万达文华酒店啊，5.13亿拍卖成交，酒店认正常营业。这个酒店还在营业啊，只是驻颜改，也就是老板换了，大股东换了，主人换了。据三湘都市报报道，9月8号，长沙高端酒店富力万达文华酒店资产被广州中院挂出，在京东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竞拍。据悉，酒店评估价6.42亿元，起拍价5.14亿元。9月9号，记者查询京东拍卖
卖小程序发现，长沙富丽万达文华酒店拍卖已经成交。拍卖页面显示，一拍于9月9日10点02分结束，只有一个人报名拍卖啊，只有一个人报名，而且就出价一次就成交了，成交价是5.13亿元。这个拍卖有281人关注，24750人围观，结果就一个人出手，而且一出手就买了，就是你的了。这给人感觉有点像那个赵本山的卖拐啊，对吧？不喊价了，怕喊乱了。哎，你想想是不是啊？你看这卖拐啊，那就是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这个5星级酒店评估价6.42亿，起拍价5.14亿，结果这哥们一出价就成交了，没人跟他喊，怕喊乱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也就是相当于打了8折。就在7、8年前，对吧？万达的王老板把这个酒店，哎，这个酒店叫万达文华吗？还是王老板的酒店啊？就是那个时候7年前还是8年前卖给富丽，所以这个名字叫长沙富丽万达文华。文华是酒店的品牌，就是文华酒店管理集团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当年从万达王老板卖给富丽的这个叫张老板的时候，那还是抢啊，加价买的。这个富丽和那个融创俩老板差点打起来了。据说啊，这个媒体的小道消息啊，万达的王老板还摔了杯子，就为了这么个酒店，大家都抢啊。现在你看啊，过了7年，这酒店无人问津，没人拍卖，打8折。这8年中国的经济到底发生什么了，对吧？8年前抢，8年后无人问津，弃之如敝履，都嫌弃。关于这些豪华酒店为什么无人问津，这个咱们以前节目里介绍的比较多了啊，跟外资撤离关系比较大。无论是杭州的学区房，还是长沙的这个豪华酒店，我们看到啊，资产都在缩水，都在它评估价基础上还打8折、打6折往出卖。所以说这个资产缩水的步伐呀，很难说它马上就能停下来。每一次缩水意味着多少人破产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